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来咯。细细一条토마토除了拿来食、拿来料理之外呢，更还有酿版的可能性。今日啊，节目底部就特别邀请到来自闽南的后生朋友，同大家来了解一下今日农场。除了一条토마토拿来食之外，还有酿版的可能性哦。马上来欢迎我哋来自闽南的林依晨，依晨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高雄闽南的林依晨，大家做得很爱，晨晨就做得了哟。哇，欢迎依晨来到我哋节目底部吼，亲手看到有按后生朋友、农民朋友来到我哋节目底部呢。安尼依晨头头我有小记啊，就讲，人哋都卢卡喺度种토마토嘅，错冇？近家呢，人卢卡农场喺度种토마토你自己本身就负责喺种吗？我可能唔咩。按强伫生产方面，所以我伫农场底部做嘅事情，拢靠像三级嘅体验啊，也都行销啦，发通也部分嘛，你可以再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近家你哋喺农场路卡底部有嘅工作，你路卡喺用办分工嘅，好冇？我哋咧分工係我阿爸阿妹，還有我哋有一個團隊，研究負責處理。토마토也是其他農產品的專業生產。我同我的老妹還有我的朋友，我哋就會去搞食農教育啊，也係講我哋會同可能靠後生嘅人，但係人嘛想愛去做農事，但係人可能職能方面唔係幾好，所以我哋就會辦職能方面的訓練課程，本人做得講啊，學習到一條職能，係嘛做得。種出好嘅農產品。哇，我哋分工一定係清楚呢。不過喺工業嘅分工，甚至於講後市面辦呢一條發通之前嘅請教一下嘅醫生哦。醫生，人喺農場按到乜嘅名嘅啊？聽講一個名嘅貼有乜嘅故事哩？我哋喺農場很多幼生農場。其實幼生農場係民國1804年嘅時間能成立嘅。但係底下頭前有一個番茄阿嬤嘅故事，一個故事就會講，嗰時節民國94年嘅時節，tomato陳米香tomato拄好就本人推出嘅，嗰時節就變成我阿公阿嬤係初代種植者其中一個，所以種嘅改多，但係可能咁樣說咧。tomato， 人家就會講，嗰種唔係tomato，我紅色嘅那係tomato，所以喺市場當中就唔係講啊有幾好嘅接觸，所以我嘅當時差唔多我係3年生、4年生個時候嘅時間，哇，還有3歲時間呢，嘅我阿媽就揀一條tomato，拿去送本林沙，我就送本一些獨居老人。嗰位要送本我學校就做學生的營養午餐。結果叫嘅大家就喺闽南有一個因那會送tomato的番茄阿嬤。過後咧，我阿妹研究過來協助買tomato，買嘅改好，所以我哋就自家做自強嘅。嗰當時係我哋應該講全民農政，就請我哋一個自家花錢去做一個屬於我哋自家嘅志向嘅，做一啲包裝識別安尼，然後，所以嗰時間我還記得嘅志向嘅蛋糕，還有我自家畫嘅logo，有咧阿公阿媽用最簡單嘅小畫家，天然嘅小畫家畫出來嘅，結果可能安尼推出過後，市場當中就引來隔意一個番茄嘅品種，所以因那就會聽到嗰片有咧番茄阿公，嗰片又有咧番茄阿姨，然後親戚朋友全部都出現咧，大家都出來嘅，所以我哋為了要有咧市場區隔，我哋就想講冇爸爸媽媽就想講，教我哋來成立一個農場，成立一個品牌，就很多幼生農場。很多幼生農場伊買有咧故事啦，就會講。佢最頭前嘅時間，我哋喺種tomato，也係講托tomato，都係喺我哋路口嘅鹽田鄉。我哋鹽田鄉唔係幾大，所以等到我哋咧tomato因種因多，因買因好嘅時間，嘅地方就唔拉白嘅。所以我哋就想講家，我哋咧落戶加幾片，
还有一块土地做得去整理，去建一个包装厂。结果个土地正对面就係面最高嘅夜光山，個半山腰就有一片湖水。結果人家啲嘅創業嘅時節可能冇注意到，就發生火燒山嘅事件咧。結果人哋就拄好啦，就拄好幾年，人哋就想講半山腰一下就係野火燒不盡。人哋冇就喊到春風吹又生好誒。人哋就按呢想講，咁人哋就起名叫做佑生農場。所以大家嘛都得看得到我哋嘅 logo 當中有看到，有佑生農場，身後還會有英文字，野上放，野上放，也咧野上就係講，關於嗰種聽起來像佑生，但係伊講客家話嘅時節，野上，野上就係一個生生不息嘅生命力，挺有生命力嘅方式嘅。所以我哋就想講，冇按呢個話，我哋就正式起名關於很多佑生農場，英文很多野上放。希望我哋種嘅農產品，也係講我哋嘅品牌，做得有夠強嘅生命力，就係生生不息安尼。哇，當然有意思呢。不過你哋農場安尼傳，對阿公阿媽吼，這邊傳下來，後代嘅爸爸媽媽傳統應該第三代嘅嘛。安尼以前這個本身係土業嘅農業方面嘅嘛，還係講有做其他農業方面嘅工作，做嘛嘅自家會想講，古代錄下來接觸接業嘅，按後生應該想講，大家會想講，可能會想講出去攞杯啦，去做體驗無窮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再過來嘛。唔免能按後生，係唔免一畢業之後攞來接業嘅工作㗎。差唔多係按嚟講。我可能還冇畢業嘅時間就開始做一條事情咧。其實我本科係食品科學。有18關咧。有18關，也嘛係因為就嗰時節就路卡就改到水果咩，可能改好食，但係老闆看起來唔係按講，所以人家就唔想去買。咁嗰時節我就想講冇，我就去做食品嘅加工，看有辦法做得去改善一啲情況冇。所以我到研究所嘅時節嘛係專攻水果嘅加工。因為我哋做食品咧，我哋愛啲植物係啲哪裡來嘅，所以有一年先生就帶我哋去種鋪嘅葡萄園，去看下是葡萄園用嚟種，結果先生聽起農場園用嚟講，過後上到我嘅，上到我我就種토마토嘅咩，沿路卡就種토마토嘅，所以就接起很愛，講啊토마토用嚟種嘅咯，一下快睇嘅，講唔出來嘅，就聽講我用嚟種，我用嚟偷，但係用嚟種就唔係個曉得，所以我就感覺個減少。我如果我自己係토마토樹睇嘅生意呢，但係我對有啲啥唔係個了解，所以我就嘅當時就太好，差唔多4年生嘅時間，課上冇按到嘅，我就過來路卡，就聽書路卡我做埋些條我就去聽書，去想辦法了解。所以我本質上係想講，最冇我就係愛對我自家家鄉嘅創業，我有一些基本嘅了解，然後慢慢地去接觸一條事情咧。嗰時候都頭擺嘅時節，其實將負責托tomato啦，有啲後端啊嘛，頭前咧可能係冇忙啲，冇想到自家睇。課業上工作有讀到一個事情之後，但本自己有啲想法反轉咧，我講我其實全部了解下，畢竟自己本tomato學大嘅。按你自己轉過來想講，我來聽書錄卡嘅時候，爸爸媽媽給我反映係嘛嘅，哇，親朋一樣就，我哋生年咧終於想到錄卡有安尼寫條過來聽書，有安尼嘅想法嗎？可能嘛有，但係可能嘛會想講家唔係唔係愛出去攞杯做事。安尼能好好，所以我就想講，愛想辦法第一片創造我自家嘅價值，講我愛做乜嘅事情，我就想改救。但係喺我愛睇書，嘛係做得，但係個廠冇1+1大於2嘅一種可能性。所以我能想講冇一下，嗰多年我會教實農教育啊，嗰多年我會想講我去錄音、去體驗一條東西，所以就想講冇我就歸來聽書，
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但係嘛係跟農業有相關嘅。結果嗰時間我差唔多睇好4年生嘅時候，就慢慢地接觸到一條事情嘅時間，就感覺即係係我發現有改多嘅後生嘅，人可能馬上可以鼓來做，但係人可能唔係對農產品嘅生產有按多嘅了解，可能機器安用嘅使用慢慢改熟，所以因為按呢嚴重嘅水果可能產量冇按多，咁冇按多嘅也冇按多嘅狀況，就會變成講可能賺唔到錢。最快嘅打算就係我有看過人負債，要去都市上班。咁按你鄉下嘅後生嘅就越來越少嘅咩？今年就係農業嘅高齡化越來越多嘅，所以我哋就發現講，嗰度阿爸阿媽冇想愛自家嘅子女去參加一啲活動，去做一啲社團，就像阿爸阿媽咁樣。嘛有嗰度嘅新人咧，唔啲人咧。家鄉嘅產業到底係做乜嘅事情？所以按呢就會變成我哋咧民農嘅產業有可能會面臨到產業老化，也係文化流失嘅可能性。所以我記得我古來嘅一件事情就係辦一條活動，包含職能訓練，我就職能訓練係本大人咧。嗰位還有本高中太學生嘅職業體驗，再來就係本確實嘅生意呢，我就一般嘅消費者，人可能愛做個輕鬆嘅活動，所以就有食農教育，也上面活動。就係講除了做生產方面之外，最重要係本人家了解講一個產業、一個農業，地方到底係樣辦去進行嘅，有樣辦嘅辛苦，大細細先本人了解啊，望本人家搶有熱忱投入之後，在本人家受到挫折又離開，一個對這個一個產業來講，也係對地方上其實係咁唔好一件事情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人哋以前啊，其實各有想法呢，按後生記錄對這個農業啊，對這個家鄉有按嚟嘅想法。不過真是這行行來有按簡單嗎？人哋休息下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有講到，以前回到這個阿魯卡探索農場的事情之後呢，佢想去做目標的事情，唔係來賣토마토等到呢來探索大家來做一啲農業的體驗哦。一個體驗地位到底有樣辦的故事，繼續來請教我哋醫生吧。醫生，前面有講到唔來做一個目標的事情嘛？講到一邊啦，唔去做一個體驗的時間，唔係做生產토마토哦。魯卡爸爸媽媽今日嘅反應係樣辦啊？人一開始可能唔知我哋做乜嘅事情，所以人就唔會講啊，我介意我做一條事，因為看唔到目標喺哪。嗰種人就搶愛辦法通過後呢，嗰種就唔知嘅，所以人一開始就唔會講啊，我介意，所以我就唔幹，我就講冇辦法哦，我就會攀咯，我就會做一條事情咯，所以就有一些半強迫人去講嚟聽書。結果今年喺後面有改變想法嗎？結果一下人就變成講，可能我逼人半強迫安尼去強人聽書嚟做一條事情，一下人還會講嚟想，我哋按樣嚟做，發通會較好，課上會較有內容，我哋還按樣嚟增進我哋自家嘅能力，安尼做出來嘅東西，讓我本人感覺講CP 值較高，所以我哋就慢慢地安尼做到一下。除了體驗上課之外，你可以同大家小個詳細啊講，唔能做嘅到底係做乜嘅，好冇？我能做嘅就先講我做嘅3件事情好嘅。第一咧就係職能訓練，一咧職能訓練就係講，我哋會教後生嘅，我就教有啲位各項愛在精進人自己能力嘅好朋友，我哋會
高盐用版种토마토，토마토用嘅生产，토마토嘅用嘅达到安全用药嘅也嚟研製，所以可能一開始就慢慢嚟做，作為農改廠啊，也係一個相關嘅單位，農會人就看到我哋有一條細細嘅成績，就講嗰種人佢哋可以做得去搶高鹽，冇就係去了解一條事情，共下來合作嘅人。係，所以我哋一下就係高雄農業改良廠嘅番茄生產職能訓練講師，農改廠就指定我哋來做一件事情，所以到一下已經3年或第4年咧，職業體驗咧就係我哋特別開辦高中生，冇就大學生去做一個職業嘅體驗。可能人一開始對農業嘅印象就係該生熱頭，該辛苦嘅工作，該辛苦。但係我哋就調故意，唔係講該辛苦，咁我就特別做該辛苦嘅細條本。前面該惡做、該麻煩嘅工作不用做。結果我哋就因為我哋種嘅東西有包含臘八類啊，還有農嘅一時切米，還有我哋咧葉光山木瓜，最後就係我哋咧토마토，你像토마토啦，還有其他農產品。所以我哋就拓一個可開嘅，就係用木瓜，以木瓜為主，就安排2日以下嘅不只是體驗的木瓜小農。一個發圖呢，就係學生嘅愛聽咧，我哋咧農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唔係搶來摘木瓜哦，佢係聽數一幾日的哦，伊咧行長做麼？我愛聽數做，所以人到係也咧體驗也咧行程過後，人就會感覺講，佢卻冇唔錯，但係嘛做得 TV 做乜嘅，會也咧事情很重要。最尾就係我哋嘅食農教育，我哋辦嘅食農教育有分2個層面，一個係趣味學習，嗰個就係深度學習。趣味學習嘅部分，我哋就有2個發通，一個係冰梅釀番茄手作體驗，一個發通就係用2點鐘嘅時間，唔就做得好多，토마토應用嘅加工變成開胃解膩嘅小點心，老人家啊，又係細年啊，你就要自家做，自家慢慢天天嚟做，你就帶過去就自家做得食咧。嗰個另外一個就係我哋今年準備要推出嘅番茄探險之旅，一個發通咧就係半日嘅行程，人做得第一半日地方，我哋會安排去田方做尋寶探索。嗰個還有解謎，所以我哋用教料嘅方式，而做得了解番茄、토마토應用辦從細細嘅種子、細細嘅人，變成一下唔看到，按材料做得出下去嘅。最尾就係我哋多一下已經有3年經驗嘅番茄小煎餅，也咧係一個深度嘅果樹認養法通。我哋一啲果樹認養，可能人家會講，我攞錢，到向等到時間到嘅，我就拿到水果，也係自家來摘個，冇咁簡單。我下來，都跟嘅토마토皮用感情。所以我哋會有安排2到4場嘅發通，9日嘅時間，拄好토마토做得種嘅時間。我哋就自家去種嘅토마토，11日嘅時間，我哋就會安排人歸來，愛跟토마토皮用感情，愛同토마토樹樹拍，樹啊按醬，樹啊烤醬，再來12日，토마토熟嘅，做得來摘芽토마토嘅，但係我哋就會考驗，唔對呀咧流程地步，看到乜嘅唔感覺該奇怪嘅事情。可能有啲人講，因為有토마토上按奇怪，像雙胞胎用嘅，就冇就像愛心用嘅，還有像南瓜，一條都有可能，所以我哋就會揾人去觀察，一啲田地會發生乜嘅事情。最尾就係，토마토除了出隻色，還做得做乜嘅事情，
也就规下到俺自家的专业食品加工也可以，所以俺就会教伊tomato 做的加工变那么个东西，像番茄酱啊、果酱啊，我就那些小点心啊，也都弄有可能。所以俺们俺们拢会讲俺们最重要的法通，每一年最重要的法通就是也来番茄小煎饼。所以俺为了爱吃俺自家也来法通，多大会有人介意么？就以报名高雄报名中华民国农会嘅202310大食农体验路线嘅也嚟评选。去比赛都错嘅。去比赛，我就想愛啲我也嚟發通到大會有人介意麼？啲專家嘅新地位，然後用辦看也嚟發通嘅。結果學家仔我哋嚟發通可能評審都該介意，所以我哋今年推出嘅兩個發通就係番茄小煎餅，還有我哋嘅番茄探險之旅，都係有得獎嘅。也個幾個行程其實都獲得我們評審的肯定吼，入選了也個10大個經典路線呢吼。哇，安尼等下來聽聽來了解。不過先講到我們頭先講的，個職能訓練啊，同一個食農體驗的部分，其實係針對某種的年齡、某種樣的客群來設計的呢吼。尤其係個職能訓練，第一排談到講還有可以有做一種農業的職能體驗。一般來講，在農會的上課，可能是相對的是專業的一些課程。某種人家講的真是有一種職能訓練，真是我第一次聽到。不過除了一個 tomato 的職能訓練之外，會唔會有其他的人講？除了 tomato，你係咪還可以推出其他的職能訓練？有安尼的人，民眾總能反映過嗎？都會有呢。但係我哋可能我哋自家嘛會種，就像頭前講嘅，我哋會種辣拍梨啊、木瓜一條東西，我哋就有個人嘛會特別講，家做得本我哋了解用嘅種辣拍梨麼，也係用嘅種木瓜麼。其實我哋一條法通，都會有機會未來可能會推出。天天係喺規劃啦。因為我哋嘛嗰啲監察就係講，我哋啲 tomato 也咧產業地位，下工就係替初代種植者，嗰個阿爸阿媽研究，嗰個三萬去研究用嘅種 tomato，所以一下我哋就訓練出一批我哋嘅團隊，我哋嘅團隊地位就包含我哋嘅農藥嘅管理人員，還有我哋嘅植物醫生，有兩個人，有兩個角色。就會特別去觀察，我哋植物嘅生產嘅時間發生乜嘅事情，去記錄我哋到底做嘅乜嘅事情。所以嘛係因為我哋做得有拿到產銷履歷嘅驗證。咁我哋除了產銷履歷以外，其實也咧就係我哋嘅基礎啦。我哋還想愛再增加我哋食品嘅安全性。包含水果啊一條東西，所以我哋咧農藥管理人員還有植物醫生，研究去研究，也咧植物發生乜嘅事情咧，按樣辦做。咁產銷履歷要做嘅事情就係，我哋噴嘅藥嘅要曬皮，講係政府規定咧，按乜嘅時間摘，而咧安全採過期，摘過期要一舊，咪係政府規定咧。所以我哋用聽從政府嘅規定來行，但係為了要再提高我哋嘅安全性，所以我哋就一下做到，我哋可能用食物鏈嘅原理，我就去用利用嘅本村嘅呀，或者一些，咁我哋就做得降低我哋用藥嘅使用嘅量，所以到目前我哋做到兩批嘅安全摘過期。哇！可能政府講5日能做得摘，但係我哋就係要俾10日能去摘，所以消費者係買到我哋嘅 tomato， 也係買到我哋嘅水果，一定都係最安全嘅水果。哇！觀眾朋友，原來我哋以前做嘅事情，咁蠻重要呢，唔係講搶來體驗又係搞料嘅喲，食材又對一個農業有幫助嘅。不過除了也以外呢，還有兩版嘅故事，甚至於講大家嘅經驗中，還有兩版嘅交流。我哋休息一下，試比賽，繼續來同大家講哦。
细细一粒토마토啊，其实唔单单可以拿来吃，甚至也可以变做课堂的主题哦。前面啊，以前佢有讲，今日喺用办设计一个生农教育，甚至于讲职能训练一种课堂。啊，不过睇下课堂之中，又应该还有几多嘅故事，本佢影响几层吧？系咪？以前你看啊，头都有讲到，能判一个生农教育嘅体验，甚至于讲一个职能训练嘅部分，都更加已經冇4年啦，錯冇3年人嘅嘛。啊，一個過程之中，應該幾多人親有興趣嚟報名，哎呀，有幾多無相關嘅故事吧？有本影響過層咩冇？有，我記得我第1年判番茄小尖兵嘅發通日嘅時節，有咧4廿某嘢。伊本來9年來參加發通嘅時節，伊就也媽媽就講啊，我哋12年可能冇辦法來參加。但係我12年嘅日看到人出現咧，人來，阿爸阿媽想要帶12年去露營，出去撩，出去撩。結果12年改看，間也未講啊，我自家種嘅토마토我也可以走嘅呢，我當然去露營。我就改看，所以就幫阿爸阿媽講啊，我一定會來參加，也來睇啲事情。那第2年就係我哋第9年嘅時節，客家電視台有個節目，安排6個新人嚟到我哋農場去體驗木瓜嘅天氣嘅管理。前面講到嘅今日要參加講木瓜用慢種，用慢嘅工作安尼。嗰個呢，也6個新人嚟都差唔多割手嘅。我就本人自家去種木瓜，結果就有啲新人咧，通常我哋本人種嘅個向我哋農會跟人講啊，唔係下愛過來，當做得，跟我哋聯絡就做得嚟。結果通常有啲情況都唔係有具體嘅可能性講啊，下愛過來，因為人可能都唔係喺度高雄。4年嘅時間，我就接到一個阿妹嘅私訊，就講啊，其中一個新人咧，伊愛帶咱伊全家總共9個人，再來到我哋農場去看有冇掛種用嘅。哇！結果嗰9個人底部還有差唔多90人歲嘅阿公。最重要嘅係有剪木瓜板。啲阿公剪啊，幾好食咯。所以來就嗰種幾專業嘅人咯。嗰種其實根本都係廚師，阿公有一個經驗嘛。所以有兩個新人咧就本來可以溝通嘅原因係講，人參加一定發通嘅時節，人係會記呢我曾經做嘅某個事情。最重要嘅人係會想要再回來，再繼續接觸一條事情。對，都按你面向嚟，各有意思呢。除了職能訓練、士農嘅體驗，甚至講有個番茄小尖兵佢喺民意嘅階段，都會參加深度的一個體驗。按你除了要記嘅發通之外，頭頭以前也有講到啊，那還有一啲番茄探險之旅。有個發通同前面其他記嘅體驗發通有冇個冇共用嘅嗎？其實就係我哋嘅番茄小尖兵發通愛對9年，係呢我哋到12年。係啊，一定要充實啊，錯冇？佢充實，但係嘛可能有啲人時間對唔到，可能就冇辦法來參加。嘛有啲人感覺我哋咧發通嗰種唔係嗰強鬆教農業一條內容，所以人就唔係嗰想去參加。但係我哋本質上係想愛本大家來認識一條事情，所以我哋就想講我哋調整一下，調整可能是用一些關卡嘅方式，伊嘛做得了解生產嘅流程係樣嘅，會注意乜嘅事情，會發生乜嘅事情，所以我哋就推出一個半日嘅番茄探險之旅，人係來參加一個發通相同做得認識一條知識，但係人唔是用按多嘅時間，就該輕鬆，該輕鬆來聊。等於講原來咧有個發通其實有可能係講循序漸進，也有針對講不同的客群，有的客群係講我哋只想要體驗，我哋體驗一下唔會按人給的所以有的是說我喺時間嗰度，我想要深度的去了解，都可以來參加一個番茄小尖兵。你能有想過講來參加體驗發通探險之旅嘅人嗰度，也係講參加一個深度的番茄小尖兵嘅人嗰度冇？我哋目前嘅話，因為番茄小尖兵係今年能推出新嘅，所以有啲新嘅嘛係我
一下嘛可以期待的，所以我嘛邀請就係觀眾朋友，係能有想愛參加一個發通嘅話，我能提示11月到1月嘅時間會有4場，11月開始就會開始報名。大家係有興趣嘅話，做得到我哋幼生農場嘅官方網站，也係講粉絲專頁地方去看我哋嘅報名嘅資訊啊，然後還有發通嘅內容啊，也都。但係我哋每一場次都冇幾多人啊，所以就係額滿為止。來代替觀眾朋友問一下，報名嘅費用冇？報名嘅費用，但係可做嘅是報名就有早鳥優惠，就會有一個資訊啊、消息出來。嗰時候大家看到嘅時間，馬上去嘅事情就夾落去，掃描去簽一下，也係講打電話出隻同人問，按嚟個夾個好嘛，怎麼？喺時間。就多好，我能開嘅時間，可能伊冇辦法來參加。做得搖團，夜晚自家做得搖團，只要人數超過15個人，我哋都會再協調一下時間，各位可以換大家來參加。有可能人數過多，我哋還可以特別同人設計一個是專門的幫人嘅發通。所以我哋就可以分享企業啊，又係家族啊，又係學校啊，我哋想愛來參加又就發通，弄做得來。我哋嘛可以介意更研究下了嘅幾種感覺。我特別規劃講，乜嘅課程可以客製化，適合唔同嘅發通和同人設計出來。按你發有嘅發通係唔係全部都係2年嘅時間？每一天，所以我哋嘛有接到，就係有一個學校人嘛，愛平常日嘅時間有限，所以我就開半日自家來參加。係假使講，唔時間就2年嘅時間做得，咁嘛唔怕咩？你就跟人哋先講，人哋做得協調一下，協調可能是樣板課好，咁人哋就幾半日來參加一個發通。所以有條課程嘅時間內容，其實都可以是我哋嘅民眾觀眾朋友來參加一年來做一個調整，大家還可以做討論嘅嘛吼。安尼幾好呢？即係有後生人吼，等會有一個想法。爸爸媽媽見人看到吼，過來之後參加一條辦一條發通，甚至講得到政府一個報名比賽嘅名次，有一個成績之後，見人會唔會主動講，人哋還有可以那條發通啊，那條課程吼，係即同討論，佢說人哋係我團隊去教練那條人，會唔會同人哋討論啊？會，我記得我。第一年我辦一條發通嘅時間，我爸就安尼，用埋講唔係編碼嘅，唔講話，講我做乜嘅事情。但係到今年咧，伊會坐喺地實後練也差，可能人用嚟教。我係也無限咧，伊會出隻行上台來買股拿輪，就可以講法。伊就會介紹木瓜用嘅種，토마토用嘅種，所以。可能也嘛係一個改編。最本我感覺印象最深嘅係，我記得我一開始嘅時候，我阿公有跟我講一句話，伊講無菜唔吐當研究所，係希拉提魯卡。咁冇人哋講咯，更加咯。更加就係伊看到我喺天路當個啲做事情嘅時間，伊就啲喺啲做事。伊還會出去跟你講我孫嘅。有得獎哦，拿報紙俾你看哦。代表說，阿公有認可，有認同一件事情，甚至有講，下禮拜有可能佢同人家安尼講，好彩哦，我嘅孫嘅偷偷按過，係願意留喺條路卡喎。係嘛你？有可能哦，我哋咧客家阿公爸爸都安尼，喺面向講嘅同喺背後講嘅係冇共用嘅事情。安尼唔幾多路卡更加做嘅一條成就之後，會唔會有想講可以再請有共用有一個想法嘅後生朋友，感應你哋團隊，甚至於講某一天我嚟做共用一件事情，他們可以在農業這一塊繼續提一個農業嚟做一個文化傳承嘅工作，會有一個想法嗎？我其實都幾想去請一個 partner，但係我嘛啲就係喺鄉下做一條事情，可能就會有幾多人就係用唔係幾好嘅人講啲嘅看唔，就幾多嘅人會問人哋講，咁唔變因為做乜嘢喺拉鐵路卡咯，做乜唔注意做聲咯，就阿公相同嘅。但係好彩人哋一下嘅時代係一個網絡
好講啊，該防騙呢資訊啊，愛得到有資訊攏該防騙呢，所以我哋係有把握有得資源，好我哋自家嘛愛想辦法去尋我哋啲鴉片，我用嘅生活嘅價值，好我哋還做得做乜嘅事情，比較也咧家鄉也咧土地，哦，所以我自家攏會講限啲嘅學習，限啲嘅學幾多東西。就為了我想愛回來鴉片做幾多嘅事情，唔係幾多嘅後生嘅，攏有一個勇氣講啊愛回來，但係就係我哋就天天嚟來，我哋天天嚟學習，天天嚟做，可能我有幾多嘅困難，但係做未能啲，我哋做得行得到嚟。有可能像以前已經行出第一步誒，比如示範俾大家看咧，也鼓勵吼，不管係睇民農，也係講睇我哋綠隊啦，也係講台灣農好，有共樣想法嘅後生朋友，可以同共樣行出來，行第一步啊，同交流啊，同互動共樣也大家共下來，學習共下來，為到我哋咧。土地，為到我哋嘅社區，為到甚至為到我哋這個農業文化傳承來做一個目標嘅努力。冇一天講我哋農業一定要生產嘛，像以前我哋做嘢咁樣啊，本大家了解講農業到底係有哪條嘅可能性，係咪？係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今日以前嘅分享，本來啊有一個冇共樣嘅想法。其實農業最重要嘅生產冇唔錯，不過除了生產以外呢，農業啊還可以是一個文化，可以傳承的喲。希望今日嘅節目有伴大家一個冇共樣嘅角度來想法，本來嘅土地又可以樣板嘅進步。再一次感謝我哋醫生今日帶來咁精彩、咁感動嘅故事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。係大家用心去想愛參加我哋嘅活動，分享大家搜尋有聲農場，請到我哋分享大家，感謝大家。我做到更加腳聽我哋先生來運動，顧大家身體健康吧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